这里是公馆。我刚嫁过来的时候，第一次住在鹤岗。我住在鹤岗，就是真的是第一次过来，吓一跳，因为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以为台湾是在一个中国，因为我真的是以前我真的是没有听过台湾是在哪里啊。哦，原来台湾那么小的岛。哦，后来我就 OK 到台湾以后，我住的地方比较到公馆，我就说哇，我就是这样子差很多，因为我在三宝龙，三宝龙就像台北一样热闹啊。晚上7点8点，然后还是要咚咚咚咚咚咚，然后还是很亮。可是我到公馆6点多，哦，那个蟋蟀的声音，然后青蛙的呱呱呱，我说我自己那种感觉。Halo teman-teman, nama saya Yuli, saya berasal dari Semarang. Saya tinggal di Miaoli bersama 2 anak saya. Di Miaoli saya membuka restoran Indonesia bagi teman-teman yang ingin mencicipinya. Selamat datang dan menikmati. Terima kasih.小时候看到我妈妈很忙，忙东忙西，就是工作，她一定要化妆，不管很早就起床。她跟我说，女生不管怎么样还是化妆是尊重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有道理的。我高中就开始化妆啊，让自己比较有精神，这样子，客人看到也很舒服啊。我也觉得是刚起床，然后欢迎光临，客人都不要了。我觉得每个女人一定要这样子做，不管是你的画眉毛啊、口红，一定要做得到。对啊，我的个性以前真的每一个都，人家都要照顾我，我不需要照顾别人，因为我是老幺啊。我妈有6个孩子。我有3个哥哥，2个姐姐，所以有时候我上课的时候迟到都是我姐姐帮我准备，因为我妈妈很忙工作，然后每次跟我二姐在一起啊。后来我妈叫我做那个什么学习美姿美仪那种的。我高中学了这个彩妆，然后我妈妈一直不断让我学习做小模特儿这样子就是人生更不一样。就是一个小女孩，然后又优雅又高又瘦。现在我在台湾，我的工作也是行动美容，然后新郎秘书，所以一定要保养。化妆是算我的其中一个工作，所以我一定每天打扮美美的，让大家都知道我的专业。早安。好。你在忙什么？在摆清洁啊。这边是我的新的工作室，就是咖啡厅。我跟我的伙伴佳宁，我跟我伙伴佳宁就是一起合作。对，他是专业在那个咖啡，然后饮料的等等。那我是负责那个料理，印尼料理。对啊。我忘了跟你讲，吃手它不要那个肉，不要肉。吃素的。好。多吃素的。我们最忙的时候，6日啊，然后有时候礼拜1、礼拜2。我
我本来是跟那个嘉玲跟他讲说，哎，你卖咖啡，然后我卖印尼公丸。为什么印尼公丸？我跟我朋友订就好了，然后在这里礼拜六、礼拜天这样子卖公丸。结果想一想，这样也不对呀、哎，我其实那个印尼公丸的汤是怎么做的，我也不会。我为什么要开了印尼店？是那是因为以前的工作常常离开我的小孩子。小时候我常常煮饭给他吃，但是后来我很忙工作，我都没有时间煮饭给他们吃。我觉得是，我真的对不起他们啊。后来我说有这样的机会，我以后如果我开了一个印尼店，然后方便的美容，我觉得是我不用离开，不用去哪里。我每天可以等我的小孩子回家，已经准备了晚餐给他们吃。我觉得这个是蛮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讲不出来那个幸福。今天的 cheese 你帮我试一下 ，O 不 OK？ 这是什么沙拉？水果，哇 cheese， 哎红酒醋。哦，不错哦。你有放那个？因为他是很天才的一个厨师，只要我给他一个食材，他就会做出意想不到的料理出来。所以我们没有 SOP， 都是他靠他机智的反应。所以我们的菜为什么会做得那么出名，也是因为他的功劳。那我也喜欢去烤他，那烤他我也有成就感。我们两个就是这样子蹦出来的一道食材。这样好了 ，OK。刚开始有失败很多菜啦，失败就分享给姐妹们啊。刚才说我女儿、我儿子说，妈，好可怕哦。就是还可以吃啦，就是有一点辣。然后后来我在厨房晚上的时间，不要被打扰，我就自己研究。对呀、后来就我跟嘉玲确定了开这样子，哎，结果不是卖公丸。结果买了我们其他的印尼美食啊，就是传统的料理啊，对呀、他以前也是在客家庄待过嘛，所以他会把一些客家的东西提升到他的印尼菜里面。就有一道三宝羊就做得不错，我觉得可以推荐给大家。我觉得这个三宝羊是我自己发明，我觉得是蛮不错。这个是来是客家小炒吧，以前我婆婆教我这样子快炒哈，客家快炒哈，用芹菜，但是那是因为我喜欢小时候很喜欢吃垫背，所以我就把这边加垫背跟加那个青椒，加青椒是颜色更漂亮的，对呀、对，我很喜欢把我的端菜的哈，我一定弄得很漂亮，因为这样子客人看到哇，看到他们还没有吃的时候，哎，拍的漂亮，然后他说哇，那个我偷偷看在门口，这样子是开心，然后期待，他们没有讲好吃不好吃，可是看到一口，我这样子就深一口气，终于就这样子，对呀、那你要不要坐高铁回去啊？对呀。为什么老板会这个印尼菜？因为他是印尼人，他是印尼人啊。他嫁过来的。交给你了，我先去 VIP 协会上美容课。好，OK， 好，加油哦！小心慢走哦，拜拜。 OK。
我不会开车，因为我觉得如果开车会很累，你没有休息的时间啊，所以我要坐火车比较好，1个小时可以休息一下。对啊，因为坐火车对我来说比较方便啊，所以后来我就确定想要做心动美容，我就学习怎么样坐火车去什么地方，然后怎么打车这样子。对啊。大家好 ，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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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我常常来的地方学习呀、然后在这个地方有这个我亲爱的姐姐VIP 协会，对，不过来就没有礼物啊。自己拿哦，随便。可是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谢谢。对呀、来。什么什么？哎呀 OK。安子生，什么咪？哦，你要讲什么音啊？我有。好啊，那今天我们的课程是怎么画眉毛？画个眉毛。每个人的脸型是不一样，对不对？那怎么样画眉毛适合你的脸型，对不对？然后好了呢，我们可以画。我最喜欢是修眉毛，因为很快的赚大钱。当初你学习的时候，真的是画很多钱，要你的耐心。当做你很顺好了哈，1个小时、1个半小时，你可以赚比较多，4000块这样子。对呀。你看你年轻10岁，OK。我彩妆新娘秘术，然后造型新娘发型，脸部保养，按摩 SPA 然后修眉毛、睫毛。你们的眉毛好了没？对我来说，我们新住民如果有一技之长是更好的，因为我们是。不只要顾孩子、顾家，但是我们有自己的收入。我们有自己的收入，就是比较有稳定啊。因为以后生活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啊。那如果有一技之长，你自己可以赚钱啊，更有自信啊。所以更有自信，他们就很顺找到想要工作什么的。对。漂亮吗？可以吗？对呀，好，不错。那刚好我们在协会这边，那李怡静姐姐会给我们一个课程啊，免费的课程啊，他们会磨练他们自己的一个技术，对呀。这很衬你肤色哈，很好看，比我的这透明的好看。暗讲哈。暗讲的。哎，越南话暗讲怎么讲？凉无凉哦。我们 VIP 协会就想讲，让台湾那个一些家人哈，或者是沙比看到我们新住民的一个优势，或者是多元的面向，所以我哋嘅课程就比较会帮助新住民佢哋较喜嘅一条课程，很快上手的课程哈，就会减法班或者是那个美容班或者新娘秘书的班，希望佢哋喺台湾不单单是可以幸福的快乐生活，那然后嘛可以帮助沃卡的那个经济的翻转，所以有一技之长对他们来说，就业方面会有一些帮助。死皮很重要啊，对啊，你这样干干净净的，对啊，你看这不是整整一条啊。说实在话，那时候我完全不喜欢美甲，因为我想我没有这个耐心坐在这边给大家画花啦，是之前都给别人做，我想我没办法做这个工作。后来学完以后，玉婷姐就带我们出去小小的场合，夜市那些啊，
有赚一点小钱啦，人还是比较势利啊，有赚一点小钱就有一点动力啦。对对对，我还可以靠这个来赚钱哈，然后自己又再去进修，慢慢这样就建了自己的工作室，这样就走上这条道路了。很多，就准备了很多啊，是吧？哈，然后男生的腿毛，然后又长又粗，胡子一起除一除吧。它有尺寸啦，就是那个10应该母语要讲哦。你看了，他已经不会讲，我谈不会讲啦，系啊。新住民姐妹来上的课程，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收费高。那我们就努力的去跟政府争取一些资源。就像陈静老师讲的，做得好一些东西以外哈，又有一些职业训练的津贴补助啦，有安尼个动力来发给张威往那样的方向去学习啦。只要我们新住民姐妹你愿意了学习哈，那我们都没有做一个年龄的限制，轻轻的，好，轻轻的打一打，好，然后就慢慢的刷。那在这里是可能中文的部分，就像我刚开始中文有不了解，但是在 VIP 协会我更多的朋友，然后更多姐妹分享，所以我们越来越懂事啊。而且如果不了解那个，就轻轻的，李怡静姐姐就会帮助我们的，对啊。所以真的是有这个协会，我们是好像回娘家，对呀。我还有那个昂更，对，可以挂的，因为这边还有一个空的地方可以放啊。对啊。昂更啊。啊，这个不要放这里了。我们那次去那个三宝龙带回来的，就剩下这一个了。真假的？对呀，呀。对对对，还有那个什么的不，叫什么名字？椰子壳。椰子壳。够的，对呀，哎呀，是啊。我们要去中南运动公园，要去那个运动了。我儿子啊，对啊，两个，这个是姐姐，这个是弟弟，哈。那我们去运动公园，好吧？好。你带路啊。去往哪里？那边。哎呦，难得啦！妈妈有空你要陪我啊，对不对，弟弟？对呀。我们很久没有这样子重复运动哈。你要工作，我要练习，还要上课。对啊，他的功课很多，所以每次到妈妈我很累，我不要。然后他是每次晚上，然后去跑步，叫我妈妈要不要运动？我已经煮菜很累呢，就没有办法。我在家里蹲一蹲就好。好几年没有这样子走，突然你看3个人一起走路，我最矮的。你要拍照吗？你去拍照。爱不爱我啊？还好。你要这样的意思哦？你应该没有留剪。爱的不是用口说的，是要行动的。那行动是怎样行动？找不到。跟以前差很多啊，就比较常笑，就看起来比较开心，然后做很多自己之前想做但不能做的事啊。可以，我还可以。现在他自己就自己开咖啡厅，他自己当老板，就每天可以很轻松的，对啊，就不需要像之前要搬很多东西很重啊，走来走去，然后7点多回家。对。对啊，我每次也是大，然后我看到他每次是这样子，我认识小爱的爸爸是我在高2的时候，
我在印尼认识他，他刚好在那边工作，差不多5、6年了。然后就下个决定就结婚了，结婚好了，然后我来台湾。对呀、他刚开始来台湾的时候，我真的是中文不会讲，一个字都我也不认识，因为我觉得是在家里一个人无聊啊，所以我后来下决定跟他说，要不要把小孩子放在幼稚园，我女儿放在幼稚园，然后刚好那时候我公公缺了一个员工，我跟他说我来做，我说这样子，那把那个电线杆的弦很重嘛，我就是跟着他一直拉那个东西，因为我没有一整天嘛，我就是偶尔会帮忙而已，所以我有时候有2万，有时候有1万5。因为我妈妈曾经有跟我讲说，不管怎么样，女生有一技之长，你们有学习东西，无论如何有自己的收入，你自己有收入，你就会放心。走吧。绕一圈吗？绕一圈。大概一段时间，就是好几年，就是跟先生不愉快，是因为他一边工作是一边喝酒。我希望他改变啊，因为孩子越来越长大，需要很多学费啊。可是他完全没有那个目标啊，就是反而就一直是这样子。我一直提醒他，他反而更生气。然后我想照顾他，他觉得我这个很啰嗦，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我看到他常常是那是因为喝酒的问题，就是跟公公婆婆就是会吵架，常常吵架。我就讨厌有人吵架的。那时候弟弟生出来差不多快2个月嘛，然后我妈妈打给我，是我爸爸生病了。我爸生病，然后没多久我爸爸就挂了。那我刚坐月子，然后我刚有办身份证，我跟他说，我爸生病快不行了，我可不可以回去呀？他说跟我讲说，你回去干嘛？他说这样，他就说没有钱，又怎么买飞机票？那人死掉就死掉，你要干嘛？我觉得我没办法原谅他嘞。可是他就真的是不让我回家，因为我觉得是，我以前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听他的话，他就跟我说，你在办身份证，办身份证是1年不能回家，你如果回家都失败了，你要重新的。可是爸爸是一辈子的，你没看到他一辈子呢？难道我回去不行吗？飞机票有多贵呀？那时候我真的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看到妈妈在台湾，刚开始来台湾就不熟悉这里，也不会国语，然后在这边也没有朋友，然后就跟着爸爸就做一些粗工，像水电那些的，对，抱着电线啊那些工作，然后就反正就很辛苦了，就妈妈很厉害，对。我想说，她一个单亲妈妈能够这样子来台北打拼，然后找工作机会很不容易，所以我就免费的把我的家就让她借住，然后来了几次以后，我就觉得说，哎，她非常认真，一早4、5点出去，凌晨可能忙到1、2点又回来，所以我在想说，哦，这个人的毅力真坚强。其实她个性原本就是很开朗的，她是一个开朗的小姐，你知道吗？开朗的妈妈，那她也是一个开朗的朋友，她不会把她自己的忧愁给别人，她只会让别人开心而已。她自己不开心的时候，就是会跟我诉苦，然后找我喝1小杯，然后她就刹车，然后想到明天小朋友要起床了，要接小朋友了，要干嘛了，很多事情她就会开始。当你看到一个很认真的人，你就要跟着他的正面气场去走。
那我觉得真的就是我欣赏他的地点啊。你皮肤真的很好哦。后来就感谢我大嫂啊，她在台北可能是很多新住民的什么课程，她就跟我说尤里要不要上中文科或是上美容科。以后我就去报名，认真的上个中文，认真的上那个美容，所以我就可以到现在啊，然后开一个的第一个工作室啊，在苗栗啊，然后不断的一个增长，冰冰的，刚刚的。可是那不是卸妆吗？所以是卸妆之后卸妆好了，然后我用擦化妆水，然后再涂乳液。我刚刚帮你卸妆以后，然后用海绵帮你擦干净。对啊，你怎么会这样子？哦，那我也是蛮相信这句话嘛。我今天发那也是我发那也找不到路啊，明天发那我找不到路啊，反正是一天过一天嘛，日子还是过，所以我确定把孩子带过来，我自己照顾他，一边工作一边照顾他，就大概4年左右，我就自己独立，就是我没有跟他在一起了。我自己独立生活了，然后养我自己的小孩子啊，对。这边就平常看书、写作业的桌子，对，然后我的奖牌和奖状都放在这一层，对，这个跆拳道嘛，因为之前也都是小比赛的。大比赛经验很少，对，去年全中运第5在这边，没有奖牌，我也想要奖牌。这个有钱不一定快乐，但没钱一定不快乐。就我很爱钱，但我看很多有钱人，他们就是虽然很有钱，但他们就感觉很忧郁、很不快乐，然后但没钱一定不快乐。很多家庭他们都是因为经济问题，所以就是吵架，然后有争执那些。对，所以我觉得没钱会一定不快乐，但有钱不一定会快乐。对啊。他的教育方式比较像他们印尼人啊，比较自由，比较尊重。可是他也知道说台湾人的教育一定是有一些规矩的。那他也会尊重他们之前婆家教育的很多事情，他的小朋友教育的真的非常有礼貌，而且他也一直教导他的儿女啊，也都是要这么样子啊，快乐的面对一切人生的挑战啊。妈妈如果肩膀很硬的时候，用你的专业要按哪里？不要说专业，就是普通的按摩。好，普通的按摩，然后很硬，对不对？什么东西啊？啊，我的妈！有时候工作结束后跟小朋友聊聊天啊，然后看弟弟心情好，他就会帮我按摩；他心情不好就是不理我，讨厌。姐姐就是帮我按摩，每次被我逼，赶快帮我按摩。可是他帮我按摩，好像他压我，要杀我的感觉。我现在来竹南火车站，我要去坐火车到铜锣，要去练习。对，我要练习跆拳道。下一站，稻桥奥站，左游。从很小的时候我就会搭火车，因为以前
家里人就是假日啊，就会带我们到新竹，对，去玩，所以就看着看着就会打。然后有时候出去，妈妈也会教，就是教我们买火车票，然后到后面开始用悠游卡，对。因为近期有比赛，然后教练就会加强训练，所以假日就也要练习。这样子哦。好。那时候是因为妈妈她带我去看跆拳道比赛，然后就问我有没有兴趣练，我说好啊，那就练练看，然后就到铜锣这边道馆练习，就练出兴趣来，然后就继续练，就练到现在国3，对。好，场上先礼后兵哦，预备。距离啊！很好，分队，好，连贯性分队有。好，你来，好，开始。就曾经会陪妈妈，就是等客人的过程中，就是她会带我去咖啡厅嘛，我就看他们做咖啡啊，那些手冲咖啡，我就觉得好酷，然后就想学。我曾经有就是第一次初次泡给客人喝，那一次是比较早，那时候是妈妈的客人，就是说想要喝咖啡，然后是想要喝特别的，就是手冲咖啡。然后刚好阿姨也不在，那我就帮她手冲咖啡。对，那时候是第一个客人。就是我觉得我当时好像有一点紧张，就有漏了一下。就是客人就说：“哎，其实还不错喝。”然后我就觉得真的吗？就是我想说我有点小失败，然后他还说还不错喝，那我就有点开心。我想帮忙的因素是因为妈妈都是在楼上忙嘛，那阿姨也是在1楼忙，但是阿姨有时候会因为她家里有事情，所以就是跑回家帮忙。那妈妈也不会做这些东西，她就是没有那么了解，然后我就是会跑下来帮忙。那一直到现在。他就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然后坐火车到铜锣上课。你看前几天寒流来一样这样子，那这个也是让我蛮感动的。因为我也高中想要继续从事跆拳道，所以他去年全中第5名回来。其实这1年来，也蛮多高中的教练来我们道馆就是拜访，然后拜访他妈妈，然后跟他洽谈。希望他可以到他们学校去就读高中。有一天，妈妈就是很期待，想要看到你就是对答是如何啊。结果我刚好帮客人修眉毛的时候，我儿子突然就跟我视讯啊，妈妈。他说这样子怎么了？流血了！我说你干嘛？我就很紧张，帮人家修眉毛，那个人怎么了？怎么了？要不要先接你儿子？然后就这样子。我说我不知道，然后他马上哈哈哈哈，我第1名，吓死我了！我说这样子，
可是你的牙齿怎么办？没关系啊，反正是那个奶什么什么牙齿啊，再可以长出来，那就好了。会不会很痛？不会啊，我要第1名了。我觉得是一个小事情，但是让我觉得感觉到很开心、很幸福，但是又很心疼他。我现在读的是仁德医专复健科。我那时候有看，就是查复健科，它其实可以当运动防护那些的。我就想说，我学了也可以帮助到弟弟，就是假如他之后可能受伤或扭到，我其实可以帮他做紧急的处理，或者是就是后来可能可以教他的复健。对。今天是刚好特别的日子，是我儿子生日，然后15岁。那刚好今天我有时间，所以可以准备简单的料理帮他庆祝一下。我们家就是每一年就是简简单单的，反正如果有空我会自己煮菜。有时候我用印尼的甜甜。就我儿子很喜欢那个印尼的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像麻糬一样啊，绿色的，然后里面放那个黑糖，他好喜欢吃那个，对呀、然后他跟我说：“妈妈，你很久没有做那个东西。”小孩还小的时候，真的是有时间陪他就陪他，等他长大到不知道去哪里了，找不到他了。现在准备好了吧？刚回去没有吃啊，记得给拿刀盘盖都来盖子打开。好像是妈妈买的是猴子造型哦，我不知道是长怎样。哎，是猴子哎。你看嘛，儿子生日快乐，爸爸妈妈。哎呦，哦，姐姐。姐。快乐 ，Jimmy。啊，有奶油，我忘记有奶油。就是你要帮 Jimmy 洗衣服。哇，这是我阿姨的心意，因为她很喜欢吃猪肉，所以我特别煮给她，因为平常很难吃得到猪肉，所以我在特别节日才会帮她煮。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台湾人嘛，台湾人还是用一点应景的，像这个黄饭也是印尼的生日蛋糕，对，也是应景的，所以混血就是有这种好处，印尼的跟台湾的都可以一起吃，对不对？我们很容易就满足了，就随便几道菜就可以打包。简单的菜我们就很喜欢，对啊，吃得饱。现在他们长大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我比较有轻松一点，就是不要特别照顾他们。对啊，以前还有一大早上6点先送姐姐上课，然后要送弟弟上课，然后我自己有准备我的工作室，然后帮客人那个什么服务还是什么，一直这样子，然后很晚。现在解脱了，他们都可以自己走路上课。对呀、我要用给礼物的。呀！哇！另一个就是给你的10块，就是送给你的画。哎呦，送给我！我没有包装，但是后面还有你的画。哎呦，有香吗？我的。这个我决心的拍照在 Facebook。你又被发现了。哎呦，你要写什么？我也有。你也有。我的比较小张啊。好，给你吧。我弟弟讲写得很漂亮。谢谢妈妈多年的照顾，虽然我有时候很皮不听话，但我还是很爱你哦。我会乖乖听话，好好读书，然后好好练习。妈妈，我爱你，你辛苦了。爱你哦，宝贝。跟我妈妈好像，就是一个人带着2个小孩子出来，
是我帮他的动力，因为我们曾经也是这样长大的。我都能成功了，我也希望他能成功，因为毕竟他又是新住民，真的不容易。即便是台湾的单亲要独自照顾2个孩子，也真的是不容易。然后我觉得他走出来以后，更努力工作，然后小孩子也真的很争气了。我看到小孩子从小一直到现在比我高，我都觉得他们很懂事。谢谢阿姨，对。看到妈妈最不舍就是看妈妈工作很辛苦，对吧？我就想帮她分担一下，结果自己没能力赚钱，然后到现在学跆拳道有一点小成绩了，然后有些全国赛大比赛可以前3或前5都有奖金，对吧？就可以拿来当自己零用钱啊，对吧？自己想买什么就可以不用跟妈妈拿钱，对吧？差不多了，差不多可以了，对。就是我其实还蛮羡慕他的勇气，因为他只想到我们的未来，所以他就是一天可能就会接好几个客人，就是一直接，那就是有客人就会做。那他每次长期以来，他就真的身心疲惫，就想说，长大的时候可以好好的帮妈妈分担一下，这是关于钱的问题，对。nggak sakit terus nggak kegesek bagian。因为服务新住民有10多年了，其实各种的新住民啊都有看过。那有的新住民就安于现状，有的新住民不够勇敢。虽然有一些想法、一些想做的事情，不过有你的特质就会让你知道说，其实要做安的事情。不管经济上面或者是一个资源上面，对他来说可能会不太容易获得。那可是站在台湾人的立场来说啊，我可以做得到的，我就尽量帮忙。Jadi kamu ngilangin ininya juga harus pakai ini apa? Untuk foundation itu apa naturator. Jangan dicampur aduk. Tempatnya lebih enak, tempatnya tebal-tebal. 所以我很久以前就是还没有开这家店，我的工作就是新娘美术，对啊，所以我在这个店已经办了婚礼，已经大概3次左右。那今天是特别不一样，因为大义就是台湾跟印尼的新娘，对，新娘的本身是一个回教，他们也是用那个伊斯兰的办婚礼，所以就是会听到他们在念格兰经啊，会看到新郎跟牧师，就是牧师叫他用一个阿拉伯结婚，愿意不愿意那种的一个短短的一句话，对，这个是在台湾是很少的，对啊，所以特别是在这里啦。Bojone kita kau ki. Iya, bojone kita. Ayah hak saya. 浪死，我们叫浪死的。那今天我是用了一种细抓娃的转动新娘，我觉得用我们自己的那个转动，然后在这里看起来就不一样，这样感觉啊。然后他先生就转我们的转动的礼服，也会觉得他们有感觉不一样。这一次不一样了哈。对。他们就是可能拍照是用这样子啊，没有就没关系啊，对啊。1, 2, 3, yuk jalan。我认识佑丽是那个什么，我看网络了，然后佑丽在这边可以都是
大部分都可以他帮我做，然后我就比较不用那么累了，对，不用那么麻烦啦，所以他给我有一点轻松啦，就这样。Dan saya bawa menikah itu, jauh-jauh kan jauh pai. Saman ke bapak. Saya Sohari. Orang tua。我觉得跟台湾那种西式的，就是完全很不一样，就是整个很富丽堂皇这样，对，就有点夸张。Tuka, wazawajtuka bi robbayani alfi rupiah halan. Allahumma sholli ala sayyidina Muhammad wa ala ali sayyidina Muhammad. Alhamdulillahirabbil alamin. Allahumma ya Allah. 帮姐妹们完成她们的大事，我觉得是一个很幸福的。我用我自己的梦想，让姐妹们就是感觉在台湾也是分享给家人这样的不一样的服务，觉得我满意了。就握着爸爸妈妈的手，最能白头偕老。当然很羡慕啊！每次看到他们新娘恩爱，我觉得是说不出来的那种羡慕。谢谢。好，然后可以交换过一次。对，肯定，好。一样的动作哈。现在的生活我真的是很满意。如果有人问我说这一段生活你会觉得后悔吗？我觉得，如果你问我好几年前，我可能是说后悔，但是不管怎么样，人生有爱有恨嘛。我觉得是我来台湾我就不后悔，而且我有2个孩子，就是老天爷给我的最大的礼物啊。我也不会恨小爱的爸啦，因为我认识他，带我来台湾，我睁开我的眼界，不管想要做什么，你就是有一个自由的想要动力那种的，所以我就蛮谢谢小爱的爸了啦，就是一路过来，我可以在台湾生活，我变不一样的人生，然后我有2个孩子，就是很乖，然后很独立，让我越来越更勇敢。我来自印尼的尤利，我在台湾已经有身份证的。新年的我一定要更加加油，为了2个小宝贝，好，以后我更往前走，加油！妈妈，我想跟你讲的是，就是在我从小到大的时候，就是从来都没有放弃的照顾我们。你之前是我的骄傲，那我现在想要在未来的时候能成为你的唯一的骄傲。妈妈辛苦了，不要每天都熬夜，因为我知道你就很晚睡，然后不要一直看手机，眼睛会坏掉。Hello， 尤丽，你嫁来台湾也是不错啦。然后我也希望嫁过来的一些外籍新娘能够跟尤丽一样努力，很多事情都是留给准备好的人。